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初3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天有啥物新闻重点。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访问团早起甲总统蔡英文见面，佩洛西强调美国未违背对台湾的承诺。不满佩洛西来台湾，中国解放军明仔载到初7会伫台湾附近进行海空实弹演练，桃机场已经有未少航班取消。一管事务研究指出，台湾人得到批准的几率是3%，50岁以上有一半的病人会有神经痛的病尾。新闻开始来看，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访问团专机，伫昨暗10点40多分飞到松山机场。早起10点半，访问团甲总统蔡英文伫总统府见面，总统颁发勋章来表达对议长长期坚定支持台湾的感谢。佩洛西伫致辞的时阵，俄勒讲，台湾是一个论命的岛屿，嘛强调讲美国未违背对台湾的承诺。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穿白色的西装配蓝色的衫，开始访问台湾的行程。佩洛西带领访问团一帮人，伫拜会立法院了后，随去总统府，早起10点36分，甲总统蔡英文见面致辞的时阵，伊号称台湾是润成之岛，而且强调美国未甲对台湾的承诺放袂记。Taiwan has been an island of resilience in the world. Indeed, the people of Taiwan have proven to the world that with hope, courage, and determination, it is possible to build a peaceful and prosperous future, even in terms of the challenges you face. And now, more than ever, America's solidarity with Taiwan is crucial, and that is the message we are bringing here today. 蔡英文嘛颁予佩洛西特种大绶庆勋勋章，表扬而且感谢佩洛西对台湾长久以来坚定的支持，而且对提升台美交流的贡献。蔡英文表示，已经敬佩佩洛西长期以来捍卫民主自由、守护人权价值，而且伫咧关键的时阵用行动表达对台湾的支持。我要再次感谢佩洛西议长和各位，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以行动表达对台湾坚定的支持。以及表达美国支持台湾自我防御的一贯政策。蔡英文嘛发出3项声明，强调台湾袂退让，会坚定依护国家主权、坚守民主的防线。公开见面结束了后，双方嘛私底下会谈，而且会共同举行媒体互动会。蔡英文中昼会伫台北宾馆办桌招待访问团，持续就台美合作来交换意见。记者综合报道。去总统府之前，佩洛西嘛带团去立法院拜访哦。因为院长尤锡坤快筛阁是阳性，所以是派副院长蔡其昌来接待。双方嘛将对台海安全、台美经济贸易来交换意见。时刷来台湾访问的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初3早起来国会拜访朝野党团。原本是立法院院长尤锡坤要亲身接见，因为确诊快筛还未转阴性，改予立法院副院长蔡其昌带团来接见。佩洛西议长无畏无惧率团访台，就是对民主自由价值最大力的捍卫与巩固。When you say that I'm a good friend of Taiwan, I take that as a great compliment, but I receive it on behalf of my colleagues. 朝野党边拢亲身来拜会，聚焦伫个台海安全、台美经贸来往、治理这个议题的对话，拢是望讲伫个未来台美之间会当伫经贸、国防安全等权更较深化，拍拼来促成更较侪合作。不过，拢无去擘大着中国的议题。佩洛西议长就是勇者无忌，也就是说，长期支持一个理念和价值，一以贯之，从来没有改变。这是真人物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质。到访凸显了美国对台湾自由民主的支持，我们也希望它能够带来台海的稳定跟和平。在这个台美的相关的这个贸易协定，我们希望能够加速的来去促成哈。那我们也很希望说，尤院长能够这个带领跨党派的这个委员，能够到美国的国会来进行正式的访问。佩洛西带团来拜访咱台湾的国会，请真侪媒体来翕相，记录这个历史性重要的时刻。伫个会后，朝野嘛做伙来翕相留念，嘛主动甲媒体握手致意。不二个访问着讲，中共军机来扰乱咱的西南空域。佩洛西伊无加做回应，随着去总统府要来拜会蔡总统。记者综合报道。
美国众议院长佩洛西昨结束马来西亚访问，就飞来台湾，已经82岁议长伊的精神体力是非常的好。今仔早起6点就出门，传出讲7点就甲台积电的董事长刘德音来开视讯会议，9点去立法院。议长伊伫立法院的时阵讲，咱台湾是世界上上自由的社会之一。伊嘛讲香港这是台湾的朋友，是一种正大的娱乐，嘛希望讲咧世界会当来肯定台湾。10点半，伫总统府接受总统颁发勋章。下晡，伊阁要去景美林权园区，甲林权的人士来见面。行程是安排甲真晚哦。咱今仔要请台北海洋科技大学教授吴建中来帮咱分析讲，佩洛西即阵来访问台湾的意义甲影响。教授你好哦，其实咱知影讲佩洛西本地伫4月份就有准备要来台湾访问，也毋过后来因为确诊，选伫这个时间点来访问哦。面对中共遮尔大威胁，阁有真侪无共款的声音哦。议长伫华盛顿邮报有写讲哦，伊坚持讲一定要来咱台湾访问，是因为43当前的台湾关系法哦。老师，你是安怎看佩洛西的态度？是我相信40当进前，佩洛西对民主甲自由的坚持，所以伊一定要来到台湾。但是不管是美国对一个政治人物要来到台湾，其实中共拢会反对。但是伫遮尔大迄款大家关注之下，咱看到佩洛西嘛是进行对台湾的迄款访问，以及对亚洲国家的迄只民主的朋友来做阵来访问。所以咱看到讲佩洛西的态度是非常坚定。但是伊是就独立性的迄款立法院的迄款院长即款关度来甲台湾的朋友来见面。佩洛西坚持要带团来访问，毋但中共哦反应真激动哦。美国国内其实嘛有真侪无共款的意见哦，也毋过伊嘛主张讲议长是有出访的权利。有人是真烦恼讲，伊即届来台湾访问，可能会引起第4届的台海危机哦。目前中共的动作嘛开始是真侪，军事演习范围嘛拢扩大甲真大哦。是，咱看到中共文攻甲武吓台湾的部分，伫过去内底，咱台湾民众已经有足深的感受。即届中共的解放军嘛是伫文攻甲武吓这佩洛西来台湾即件代志，但是咱看到台湾甲美国拢完全无受到中国的即种文攻甲武吓的即种后果，所以咱看到讲中共伊的军事演习内底一定不断的扩大啊。除了这扩大以外，咱看到伊的舰队、伊的这宣传嘛愈来愈大声。但是咱看到讲用嘴讲啊，甲这认知作战内底，咱嘛看到佩洛西来到台湾啊，咱昨看到央视也是因的新华社嘛拢不断的报道，但是拢报道一寡假的消息。透过这种真的甲假的消息，揽做伙的时阵，想要来恐吓美国、甲恐吓台湾，拢是袂成功的。其实中共威胁哦，有人是真惊，可是有人嘛讲，迄拢是嘴讲的尔嘛。嘛有人讲哦，习近平哦要伫中国共产党第20届全国代表大会来争取连任哦，所以现阶段伊应该是唔敢有上大的动作。老师，你认为是安尼吗？我感觉吼，佩洛西这个时阵来到台湾，其实对习近平来讲是该捞一个民主。为什么？因为咱知影美国是伫11月7要进行其中的选举，但是其中的选举的时阵，其实是接近习近平要接班第3任的这20大的进行，所以咱看到讲早来不如晚来。对习近平来讲，当然佩洛西来到台湾，这对伊来讲民主绝对挂袂掉。但是咱嘛会当看到讲，习近平提出中国梦这个部分，其实中国梦内底因拢一直甲台湾统一当作是上大一块拼图。但是咱嘛知影，这嘛要修复台湾会有付出足大的代价。但是对习近平来讲，即摆对伊来讲上大的一款责任，也是伊的任务，就是要甲伊家己杀上历史上的高峰。所以咱看到讲，其实佩洛西来到台湾，其实美国嘛事先嘛甲伊个中国讲，这就是伊个院长伊的迄种独立的行为，所以中国袂当有其他的反应。所以对习近平来讲，伊即摆伊嘛毋敢有上大的反应。佩洛西这届的亚洲访问哦，有外界是讲哦，这是伊政治路的毕业典礼哦。老师，你嘛是同款的看法吗？我相信吼，伫佩洛西伊过去一直做议员，做遮尔久的时间内底，其实伊的出访
是大概的意思是拢无共款。尤其是对台湾来讲，即届伊来台湾，其实是甲台湾作为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甲扛去全世界迄款大家关注的即个点顶头。尤其是台湾甲美国即摆关系当底往正常化的路顶去，所以你袂使甲讲当做伊的毕业旅行即个看法，因为美国的众议院的院长来甲台湾。这个就是台湾甲民主的国家内底一个正常化的国体，尤其是国会外交，这是即几档内底，台湾除了行政部门的这个合作以外，立法部门要怎行出去，要怎欢迎人来。咱过去咱嘛看到捷克还是斯洛伐克的院长，还是因的议员，拢有来甲台湾，所以咱看到佩洛西来甲台湾，伊代表的就是讲民主国家的这国会议员。会当自由，会当民主来甲台湾来进行访问，这有一个足大的迄款气氛的作用，所以咱袂当甲当做一个必要旅行尔。咱知影讲，佩洛西即届来台湾最后一站哦，是安排讲要去金美人权园区，甲一寡人权人士来见面哦。这个行程的安排哦，就是显现出伊向对人权的坚持哦。也毋过对台湾来讲哦，面对香港佮西藏的人权问题，伊敢是嘛，互咱台湾一寡压力？我相信吼，对于中国来讲。这佩洛西离开台湾，当然伊也阁有一寡动作，尤其是吼，咱不管是农产品也好，蛋糕也好，也是甲台湾进行一寡武力的演习的这个部分，其实为什么佩洛西一定要安排去金美人权园区来介绍、来参访？上重要就是讲，过去这40档内底，其实台湾的民主的这个过程内底，绝对毋是天顶落落来，是台湾这老一辈的这先辈。不断的努力，不断去冲突，这维权的这种政权，所以较我都得到民主。所以台湾即摆共款有一寡压力，但是咱的台湾绝对袂当去互中共安尼压力内底甲下落来。所以美国佩洛西来甲台湾，嘛是互台湾一个鼓舞，一个拍破的机会。老师，有人是讲，伊搭存会对难民权哦，会当讲向来解救香港这朋友，会有一寡压力，你感觉敢会有这部分呢？我感觉其实吼，伫帮助香港也好，还是新疆的这难民也好，其实台湾拢会当做足侪迄款工课。但是咱嘛知影吼，即摆对中国来讲，伊定定吼拢定起无落空。所以对台湾来讲，咱爱有一寡民主的坚持，要咱互这朋友会当伫台湾的这个过程当中，会当得到合作。因为咱嘛知影，因为这难民，这去互中国打压这人民。其实因逐个人的想法、逐个人的做法，其实拢无啥共款。台湾会当提供一个庇护的这个所在，那提供这样的庇护的所在，因为因到底要等于因的故乡无，要等于因的这自居地来讲，这是一个足重要的过程。所以选择多元渐乡，这是绝对是一个足重要的过程。所以台湾会当提供这个帮助。所以佩洛西来到台湾，虽然会看到台湾能见度更较提悬。但是另外一个更加重要的，台湾爱搁提供更较侪合作，和更加侪人权民主这导师会当得到必要的帮助。老师，你认为哦，这抓佩洛西来到台湾，虽然造成国际上佮有台海局势有一寡不安哦，也毋过敢是台美中关系正常化的开始。未来世界哦会愈较清楚讲，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的事实的。我相信吼，台湾伫国际空间一直不断受到中共的打压，不管是这个 COVID-19 的这个疫情的部分，台湾 can help 绝对毋是干那嘴讲尔。对国际社会来讲，台湾除了喙暗的合作以外，其实咱台湾，比如讲伫乌克兰这个难民的这个部分，咱嘛有提供难民的中心的这款成立，咱的国会议员嘛甲乌克兰去进行这个采访，所以咱看到的是讲，其实台湾会当做足济，但是因为伫中国这慢性的这一个中国的这款架构之下，其实咱看到的是讲，台湾受到足济限制。但是佩洛西来到台湾，甲全世界做一个典范，就是讲，若是要甲台湾交往的，千万唔当惊，嘛唔免惊，因为美国已经做互你看，伊有这个示范的这个效果，伫这个所在提供必要的这个合作，所以咱看到台湾甲美国这关系愈来愈进行，台湾的这种国家的利益会当摕到更较悬的这种提升。真感谢老师，互咱遮尔精彩的分析哦。即马佩洛西人嘛一定嘅金美人权园区咯，咱嘛来请台记者毕君伫现场上新的报道。
是记者今摆伫咧新北市的景美人权园区遮，今日美国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嘛会到现场来进行参访哦。不过伫伊到进前，就一寡抗议团体伫现场抗议，警察的部分嘛派出大量警力来应应。咱来看头多的画面。带走！伫抗议民众状况之下，佩洛西的车队是伫下晡2:40的时阵，直接经过记者群开入去园区内底哦。原本外界是估计讲2点的时阵会来到现场，不过即马是有淡薄仔延前，所以是讲是毋是会按照原本的安排，伫下晡5点的时阵离开台湾，这也是爱确定的。另外，台湾 NGO 团体是估计讲。即摆佩洛西的行程有特别有这个景美人权园区这个所在，除了对台湾人权推动有一定的意义之外，甚至讲对规个亚洲的人权推动也有一定的立场存在。以上是记者郭文张随来自景美人权园区的连线报道。再来看，今仔早起，佩洛西去立法院时阵，有一寡统派团体去抗议哦。根据了解，立法院是派出400个警察来维护秩序，毛独派团体哦冲入去管制区，互警察赶走。早起哦，立法院4个位啊，嘛拢进行交通管制，佩洛西车队经过路线拢严格来管控。佩洛西，看口号吵吵闹闹，行动人士车叉在立法院严正表达不满。青岛东路的集会没有经过核准，违反集合法，命令解散。因为抗议队伍无成申请，环境也把警告分局长爱所有人马上撤离，不过统促党也加入反对行列。明明知道这是个火药库，我来走一招，我走了。最后你们付出代价，他风风光光走了。你赖清德、你苏贞昌、蔡英文，敢不敢为台湾死？抗议群组至少50人，不满美国众议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现场各表出插旗。我们欢迎美国人来支持台湾。反统派表达诉求，有独派团体想要进入管制区，甲对方差点爆出冲突，可能用速大甲绑起来，做到优势警力甲拖走。佩洛西来台湾大批警力戒备，行政署长黄明昭各亲身坐定指挥。台北市都有按照他需求请辖区分局以外的其他单位来支援。对警力部署拢无说明，不过根据了解，敢若是伫立法院4个练凳就导致400人，现场也进行交通管制，加上美国在台协会甲台北宾馆至少出动1000人。辖区环境保卫总队、霹雳小组、刑事局各单位总动员，真侪路口也布置警力，因为佩洛西访问台湾受到高度关注，维安一定要做到袂漏交气。记者综合报道。之前有媒体指出讲，台湾的访问行程，佩洛西按算讲要去台积电来参观，甲董事长刘德英见面，也毋过传讲今仔早起，两个人已经透过视讯来讨论美国的晶片法案咯。台积电是表示讲，因未有回应。昨日美国华尔街股市起落无遐尔大，佩洛西访台效应，地缘政治紧张冲击，美国4大指数全部收乌。其中道琼中场落超过400点，不过美国资本管理公司认为讲，这敢若是短期效应。Very, very nervous about what's going to happen with China, what's going to happen with Taiwan, and with Nancy Pelosi being there right now, markets really are driven by earnings, and earnings are coming in better than expected. And fundamentally, the economy right now is not broken. 根据外国媒体指出，佩洛西访问台湾有一个重要的行程，就是参访台积电，而且会见台积电董事长刘德英，讨论美国晶片法案。不过有风声讲，两个人早起有透过视讯见面。不过有消息指出，总统蔡英文中昼会办倒车佩洛西，会邀请国内经贸人士，刘德英嘛去参加，双方可能会有进一步的交流。我没有要做电访，谢谢。不知道目前没有。美方会是更希望来协助美国制造。在建立在地化的一个完整供应链。台积电盘中估计上价是493块，不过上悬有到498块，捌起5块，估计伊市伫较悬的所在咧起落。遐若大盘嘛以小可起10点开出，上济捌起25点，指数随落，大盘上价有到14673点，捌落74点。不过卖压也是有经调咧，伊是伫较低的所在咧起落。回头看侪年来台海危机台股的走势，1995年甲1996年。蒋总统李登辉两国论，中国持续对台湾文攻武吓，台股伫咧迄段时间落10%。另外，伫咧2004年，蒋总统陈水扁连任，两岸关系紧张，中国解放军一直咧做军演，
迄当阵台股6个幅度是超过8%，即个佩洛西访问台湾，初二这一天大盘指数6个幅度是1.56%。如果没有任何的延伸性的各种冲突的这加剧，我相信呢，它的反应就是逐渐的淡化。都惊台股继续落，国安基金操盘手黄清华初二暗时11点外，都捌话讲国安基金随时提名入场护盘，又搁讲台股袂因为佩洛西访问台湾就来崩盘。记者综合报道。不满佩洛西来台湾访问，中国透过新华社宣布讲，解放军会伫明仔中昼12点到初7中昼12点，伫台湾的附近来进行海空实弹军演。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政治学教授布泰林嘛指出讲，这届中共演训的范围是比1996年的台海危机如何瓦解台湾。桃园机场今仔明仔2天已经取消50外班的国际航班咯，也毋过机场是表示航班的取消甲军事演习无关系。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互北京真生气。共军马上宣布8月初4到初7要伫台湾4号练等来海域进行实弹演练。这举动形成封锁台湾3天。初3阁发布影片，讲初2暗时，东部政府已经陆续伫台湾周边展开系列联合军事行动。这次联合军事行动是针对美和台当局在台湾问题上的危险举动所采取的必要举措，逼迫这大军压境的形势非常的明显，而且我判断他会做导火射击，包含导弹跟火箭。美国政治学者布泰林也比较1996年台海危机，共军画出的演习实弹射击区域，甲初4要进行的6个演训范围，发现附近高雄外海面积明显扩大，整体也成做台湾东西南北4面包围的态势。72小时的这种准封锁的演练，来打击台湾的这个就是包括股汇市，那也包括就是展现它必要时候可能就要进行这样的封锁。专家进一步分析，中共军演的军事目的确实主要是在倡导展现军防守实力。北京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科比也强调，佩洛西访问台湾并无侵犯中国主权，或者是抵触美国长期的一种政策。北京无理由就这机会引起危机加事端。The United States will not seek and does not want a crisis. We are prepared to manage what Beijing chooses to do. 科比阁表示，美国会继续伫印太海峡甲空域执行政府，也继续支持台湾捍卫自由开放的印太区域，阁寻求甲北京保持畅通的沟通管道。记者综合报道。中共解放军明仔载开始伫台湾附近内海域甲空域要进行4天大规模的军演。昨暗开始嘉义台南等空军基地、F-16战机等军机就直接出动。另外，因为中国伫南海的海域、南部的海域实弹射击的范围有扩大，上近离高雄只有20公里哦。高雄驻营的海军基地嘛派出军舰出海巡航。海拔畅水艦为外海驶登去军港，初3透早，高雄驻营军港内底，敢若剩2只拉法机，佮有少数军舰伫内底。因为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来台湾，中国初4开始要伫台湾周边的6大海域甲空域连续4天大规模军演。中共以武力解决分歧、破坏区域和平稳定的霸权心态，无助于他的国际形象，也伤害两岸人民的情感。我们也会反制任何侵害我们国家主权的行动。中国军演的范围强要甲规个台湾围起来，其中南部海域甲过去台海危机的时阵，伫高雄外海的实弹演练比起来明显有较大，甲高雄港离上近，敢若20公里。福州营的海军唔敢大意，出动军舰出海监视巡航。军舰呢，它可以在海上停留比较多时间，这个是我们比较担心。所以其实我们海军的舰艇这几天会比较忙。但是空军战机它停留在空中的时间有限啊，所以其实我觉得空军的应对的话，其实基本上讲算是告一段落，但是还是要持续警戒。唔但海军嘉义空军基地透早嘛出动真侪只 F-16战机为徛家顶悬飞过。虽然空军基地表示讲是正常的训练，不过台南空军基地甲屏东的军机场，同款有各种的军机一直咧起降。有听人讲唔知
可能是也强啊咧乱啊啥。佩洛西来台湾，和台海的情势是愈来愈紧张。中国的解放军2架055型的飞大军舰，透早出现伫惠东的外海，离花莲港敢若有37海里。不过目前伫屏东九平基地做火炮试射的中科院3号试射是无受到影响，继续咧进行。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中国的商务部昨搁再宣布讲要暂停天然砂出口台湾，有建商是表示讲最近这2天对欠料问题已经拢惯死咯，所以短期内底是未受到影响。砂石业者嘛讲最近是北部的厝起了真侪，所以可能对北部的影响较大。佩洛西来到台湾，中国贸易反制力都是愈来愈大。中国商务部网站公布，决定暂停天然砂对着台湾出口。相关的措施为2022年8月3号开始实施，外界预算会冲击到台湾的相关产业。不过，砂石业者是劳心在在。那大陆进来差不多1个月40万吨，我们1年用的差不多9000万吨，所以比例非常少。周明雄表示，台湾对着中国天然砂依赖程度较细，只要系统开源就袂是问题。而土石采取业者表示，过来因为人口集中伫北部，引进的需求较大，而北部料源相对较少，依赖进口天然砂比例较济，建筑成本可能因此比亚悬。北部的市场毕竟开发的会比较大，需求会比较大，毕竟加上运费的话，成本相对就拉高了啊。而建商的大石业者表示，以台湾引建市场来讲，短期以来推案，疫情近来的介绍没有伤大变动。不过整体应用层面还有长时间的观察。但确实在这个建商的成本之上，会有增加一些负担。可是我认为，就是市场在这2年的机制调整之下，这个价格也是有往上走了，影响在短期内不会这么快的发生。但小业者表示，目前台湾的引建业上主要的问题，还是伫欠工以及物价起价。不过，如果中国反制力度时间加长，对着未来新案推出，一定会造成成本的影响。而根据经济部控物业统计，中国出口台湾的量是逐年愈来愈少。目前嘛，当地推动东沙北运的计划来疏解需求。记者台中华联综合报道。再来看中国海关总署昨天宣布禁止台湾100多间食品公司的产品进口中国。今仔早起又搁伫官方网站来指出讲，台湾柑仔柳丁这类的果子验出有药物残留，搁有有害的生物咯，搁有白带鱼搁别人的包装嘛验出有病毒，所以今仔开始嘛禁止进口。到伫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到台湾的过程中，中国海关总署伫初三透早8点39分伫官方网站宣布讲，真侪摆伫台湾进口的柑仔类水果验出有害的成分，搁白榴莲、绿果这款药物残留超过标准，所以初三开始要暂停进口。听到这个消息，台中当时的农会表示讲，最近卖去中国的蘑菇已经减少真侪啊。贸易商的问题，贸易商那边的需求了。这几年就是那个出口到中国就已经减少了。对。规个透早农委会拢无出面说明。根据了解，因是搁咧理清中国进的是倒一款柑仔类。看官方网站就会当知影，销去中国占上侪是其他柑仔芥仔类。去年就有8168栋，3亿6千万。有青的水果敢若占3成，2483栋。台中市农业局表示，过去卖去中国的敢若蘑菇，所以若准备分散市场，应该唔是问题。一年销大陆的量，今年只有200多吨。到武汉不会有冲击，我们会分散到其他市场啊，还有国内市场加上促销就可以处理。中国海关总署表示，今年6月为台湾进口的冷冻白带鱼、甲巴郎、甲柑仔类的水果同款，拢伫包装顶悬验出新冠病毒阳性。为着要减少风险，为初三开始暂停进口。不过伫这进前，咱台湾的往来食客、莲雾、石斑拢互中国暂停进口，到大约未解除禁令。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疫情咱国内今仔日增加23718例本土病例，有32个人死亡，阁有2个囡仔中重症。另外，之前公布台北部30多岁查甫人 BA.5 的个案伊的妈妈确诊的基因定数嘛确定是 BA.5，所以这嘛是咱国内第2件 BA.5 家庭烧化案件。来听指挥中心第2部上届新的说明。
昨天本土病例总共确认了23718位，比起上个礼拜三同一个时期的大概是下降了7%。那境外移入的病例有201例，那死亡的病例有32位。那在儿童的重症的部分，今天是有2位的小朋友，都是1岁的男童。第一位是密斯西的个案，他其实在5月15号就已经确诊新冠。5月23号开始，又再度出现发烧、右颈部的肿痛，发现有心包膜的积水，所以整体的这个病程怀疑是密斯西。第二位1岁男童则是一个脑炎的个案，他本身没有慢性疾病，到急诊之后也进行了这个头部的电脑断层检查，发现有脑水肿的情形，因此疑似脑炎。我们本土的 BA.5 有。星期一有公布2例，都是北部的30多岁的民众，一位是男性，一位是女性。其中这个30多岁男性的同住家人，60多岁的一位女性的定序结果已经出炉，证实也是 BA.5。我们的指标个案发病之后，7月25号就医的时候，是由这位60多岁的女性，也就是这个指标个案的妈妈后来开车再送她去医院。那这个家庭群聚也是我们这个BA.5的第2起的全国部分第2起的这个家庭群聚。那这个家庭群聚的源头目前还是社区感染的这个可能性最高。最近陆军阿兵哥在做体能训练的时，是有使用心跳的监测设备，所以会当来依照阿兵哥无同的体力来设计课程哦。军中嘛设有战车模拟的训练馆，让阿兵哥来练习。一声爆破声了后，官兵规身躯穿装备，按20公斤2过网啊，演练战术刷叮当。值得注意的是，伊身躯顶有扎心率监控器，专程掌握人员的训练状况。陆军步训部对1809年开始推动科学化练兵，运用伫咧步兵的战斗体能训练，透过共棒零无机做暗体工程，搬运要求演练弹药的警报。练习战争当中受伤了后，要安怎排当脱离？另外，佮加入多功能的电子靶，训练官兵射击的精准度。运动科学馆建立身体机能评估系统。会当收集研究官兵的体适能、筋脉需求，设计专门的训练课程。将他的步兵动作需求去进行一个组合式的训练以后，可以让他的一个训练提高到他训练时所需的一个心率，同时以及他的一个肌力特质。那我们平时训练可以借由器材的方式去做这个重量的一个调节，让人员的肌肉可以循序向上的适应，依照个人体型及力量有所不同而去调整不同量级的菜单。这部分是我觉得还蛮好的地方。步训部上新的驾车模拟器，会当伫咧训练过程当中加入天气环境的条件、各种的状况，透过实战化的训练，互驾驶磨练各种判断的能力。另外，30机炮嘛有增加模拟器训练，炮台内部空间是仿照实车设计，互官兵更较有现场射击的感觉。降低他实车驾驶的一个装备的损耗，及提升他驾驶的职能。这回新增加的30机炮模拟器训练。加入板白连射击对抗模式，佫会当设定敌军的情形，磨练射手甲车长射击的技术。步训部强调讲，即马无用过去传统的训练方式，透过科学化练兵，会当大大增加训练的效果。记者综合报道。面对中共威胁愈来愈大，路透社是指出讲，今仔台北市就有4600个空袭避难所，会当提供1200万人来避飞弹。也毋过，外国记者是认为讲，虽然台湾的民众正配合演习，也毋过少年人若全无法度来感受到战争的可怕。这是路透社最近在台湾观察到的演习情况。警报声一直响，引导民众的示警也一直公布。虽然是演习，不过紧张的气氛是实实在在。还是会怕嘛，对不对？这个事情会不会发生是没有办法预测的。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起中国侵台忧虑。台湾最近加强防护，今仔是台北市都超过4600个指定空袭避难所，包含地下室停车场、地下购物中心、这份地下端顶。影响了1200万人，是台北市人口的4倍外，随时保持清气甲开放。虽然无需要准备食物件甲水这紧急物资，不过台北市议会研究人员捌伫6月表示有这个必要。一直以来在这边练舞都觉得那边就是一个逛街的地方。然后刚听你说这边它其实是当做防空洞，就觉得很就是
对，很意外。我觉得我们不会有那些准备跟意识到说战争已经来了。平常会看到那些新闻，但是我会觉得说，就是这样继续过下去，不会说特别，就是每天很紧张啊。台北市官员表示，以目前的俄乌战争为例，俄军虽然攻击军事目标，不过犹原无法度保证无辜百姓无受伤害，民众应该要有危机意识。政府官员也一直宣导甲更新避难所的资讯，战争上好莫发生。那真是来啊，也希望确保大家拢知影去倒位自保。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中国大动作禁止台湾真侪食品进口中国。伫台南有一个生出来大商，伊请人煮111碗的民主鱼糜，请乡亲免费食哦。伊用实际行动要来支持本土的农渔产品。大批的民众支议员服务处的门口等待行动餐车，一碗一碗真烧的鱼糜，民众是排队领着号码牌，来领这碗民主的鱼糜，搁直直喊台湾加油。台南市一名蔡姓的大商，不满因为佩洛西来台，中国是再一度禁止台湾食品进口，因此是直接赞助经费，甲台南市议员郭宏仪合作，烹出200碗民主鱼糜来请乡亲用行动支持本土的农渔产品。在我们台湾人来讲，其实台湾人是恫吓不了我们台湾人的这个团结的心啊！蔡英文说，为了挺台湾这些农渔业的这些辛苦的农民渔民，所以我们要请大家吃渔粥，一点点小小的心意。准备好111碗鱼糜来表达心意，民众食了这碗鱼糜嘛，特别讲加了一味的鱼糜是特别好食。这民主糜加一味，加丰富啊，普通时就做好食。有这个民主糜食起来佫愈好食。中国海关关署伫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来台湾消息出来了后，向是宣布停止台湾200斤的食品进口，佫进一步扩大限制台湾的农渔产品。台湾民众以行动大力支持在地农渔民。记者郑混淡报道。来看今年的宜兰童玩节，网络宣传海报拢是穿比基尼的少年查囡仔。外界就质疑讲，这么有历史的活动已经走味了。宜兰县长林志标是表示讲，已经有要求文化局爱处理。一张10个比基尼水姑娘排几排，加上一台黄色跑车，甲宜兰国际童玩节活动标志抗做伙活动宣传海报，最近抗伫面册引起争议。双枪走版的童玩节。双枪走版的童玩节。时代力量宜兰县东部车衫早起到县府九北部调抗议，即期一个以囡仔为对象的活动，所找比基尼水姑娘来宣传，完全甲童玩节活动本质是无同，也怀疑这代志县府事前可能拢唔知影，民众也无共款的看法。太搭，有一点不太搭，因为小朋友都会来这里玩，热闹一点吧，因为人家喜欢看辣妹嘛。官方的小解，童玩节是一个以囡仔为对象，同时有地方特色，而且有国际参加的艺术节。童玩节呢是宜兰人珍贵的记忆，所以不容侵犯。但昨天呢，我已经要求我们的局长从严的处理。林主编强调，童玩节是宜兰人珍贵的记忆，不容侵犯，要求文化局长要严格处理这问题。也表示，这活动不是县府办的，县府是说明，这活动业者使用童玩节活动标志，会甲法律可检举，是不是有侵权问题？未来无排除提告。记者综合报道。花莲有托婴中心婴儿死亡，议员要求县政府要爱制定这款事件的处理流程。今仔嘛开会讨论，也毋过县政府嘛是无提出办法，互议员是真不满。为了避免花莲再再发生托婴中心囡仔死亡的事件，议会伫个顶个月28要求县府都爱做建制托婴中心紧急事件的处理办法。初三早起来召开专案会议，不过县府的报告书拢完全无去讲到任何过失。议员咧批评讲社会处介入的时间按大家属的顺序，唔对甲有够含。到了哪一天才开始家长得到协助？也是18号以后。但是园方托婴中心的老师情绪失控，你们隔天就协助了。到底谁是被害者，谁是弱势 ？SOP 的部分跟这个稽核的机制啊，好像很松散。不知道我们是不是有定时去查核？社会处回应，这间托婴中心原本是去年要做评鉴，不过因为疫情未当入去，所以暂慢。议员认为讲县府的报告完全是无到达，敢若有讲到代志发生的过程，所无讲若是再发生的时阵要安怎来处理的机制。我们这一次也得到了一些经验，我们会在这个事情之后，
再来做我们社会处内部的检讨会议。没有的机制我们来建制，有的机制需要修正，我们就来修正。目前，这间托婴中心还未裁定讲是毋是要暂停。议员要求县府都要紧面来完成托婴中心的管理规范，比较性侵害家暴委员机制，让3个专家来组成调查小组承担责任，并且伫3个月来完成规范。逐个月拢要召开专案会议。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云林那来乡的宝龙纸厂，伫日本时代这是行政中心，后来改做纸厂，嘛拍远真侪档咯。伫10月当前就规划讲要改做公园。云林县政府即马甲这所在打造成做那来乡纸碟生态地景园区，嘛邀请艺术家来遮创作，咱做伙来看卖。行入那来新公园，会当看到3座大型的纸浆槽，拢已经看停。不过过去这挂纸浆槽是用来放稻草、纸浆发芽做纸原料的所在。不过纸厂1996年停产了后，纸厂的厂区就拍远无人使用，到这5年才慢慢转型做生态公园。过去拢管制啊，管制起来啊，荒废啊，围掉咧安尼啊，对遮百姓遮较无不便啊咧。我感觉足清幽的，真好。有来遮做适当运动的人，真正大家拢受惠。伫咧那来乡的宝龙纸厂占地2公顷，园区内底有超过100年历史的建筑那来古装浴场，阁有2座大铁坪、3座大型纸浆槽。即马分管区要甲艺术家合作，用在地元素来创作，要做种地艺术。整合生态文化跟地景可以串联起来，所以这次的作品不只有纸板蝶，它还有包含台湾猕猴，还有梅花鹿，还有我们各式各样在地的物种。透过这个地景艺术的装置艺术透过我们在地的文化跟在地的产业结合起来，我们希望带动林内乡，也能够带动云林县分管区表示，这届有5组艺术家会用台湾猴、石板鸭、梅花鹿这个元素来创作。预估10月份就当完成种地艺术，望把这座拍远的纸厂打造做艺术公园，让更较侪游客来行搭。记者综合报道。往来失客无法度销到中国以后，台东一寡种往来失客农民损失是真严重。最近往来失客又搁要大出咯。农委会伫8月底之前会当提供上济20万来补助农民转种其他的果子，也毋过目前只有225公顷农地有来申请补助。台东县有种2800多公顷的往来失客，过去外销中国年产达超过10亿的台票。不过去年中国以填海为理由停止进口，造成农民的损失。今年往来失客调节产期，园仔拢已经开始开花结籽，农民阁会开始烦恼销袂去。农委会去年就规划提供农民换种别项的补助，1公顷补助10万块。不过来申请的农民无济，今年7月份农委会阁增加补助，1公顷增加到20万。到目前为止，敢若有225公顷种植的面积有提出转作的申请。有农民烦恼讲，换种别项恐惊阁会造成另外一种水果毒气。从这个果树，然后单方面的去转做，然后会变成另外一个果树的问题会出现。大部分的农民还阁伫咧观察，敢是要换种别项。不过年底往来失客就要上市。去年有农委会协助行销，政府今年毋知敢阁会到3天。不过有种失客的农民已经开始规划产地直销的做法，家己来卖往来失客。你让那个公务人员去买释迦买久了之后，他们有产生厌气，然后那个市场会疲滑。宅配市场是我们最喜欢的市场，因为宅配的利润我们最好。农委会提关往来失客转作的申请，到这个月底结束。不过农民申请转作，都要把原本的果子场撤掉了后，才会当摕到补助。不过，若要等新的果子场大长，可能要3年的时间。大部分的农民也毋敢来申请。不过，有想要申请转作的农民，嘛希望会当做伙补助压水的设备，也有进行贷款，会当减完纳利息的措施，让农民伫咧转作的期间，生活袂受到伤大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天气的关系今年酸亚的产量是比过去减少真多，所以今年的绩效嘛特别好。台南农业局嘛办酸亚冰柑，有49个农民来参加哦。若要鼓励农民，嘛要来到宣传好品质的台南爱文酸亚。平心甲放伫盒仔内爱文一粒一粒摕起来详细看，切来试食，搁斟酌拍分数。今年台南的爱文酸亚评鉴比赛，吸引49个农民甲200粒的酸亚来参加。
评审会根据外观、甜度、验证标准等等项目来评分，选出台南上优质的爱文。所以我们这次参加比赛的农民大概都要经过381项的农药残留的检测就是比如说他们对自己的管理很有信心对消费者在食安方面也比较安全我们希望透过这种竞赛，让更多人知道说台南的芒果已经进入一个盛产期爱文因为甜度高、果肉油、有红菜头素、维生素 A 加膳食纤维，是真侪人热天时会选择的果子。也若讲到要安怎种出好食的爱文，得到伫顶种的空罂葱是真谦虚，讲家己种山野10年，无啥物配补，脚踏实地上重要。较重要的是有那土质占较大部分啦，咱的管理方法、管理栽培呢嘛是爱时间到咧，该处理的拢爱处理，照步来啦。伊的果肉食起来足油的，伊的糖度各方面拢真好，虽然今年受天气的影响，山野的产量比往年较少，不过市府煞无停办今年的评鉴比赛，目的就是要让农民的辛苦有价值，同时也鼓励民众会当直接向农民买爱文山野，同齐支持咱在地的水果。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卫生福利部疾管署最近研究指出，讲台湾人得到批出的几率是3成2%，超过50岁病人有一半就算恢复，嘛会阁有神经痛的病尾。有医师就表示讲，病人得爱好好休困嘛会当来注疫苗来预防。真的很痛，很痛，我在1个礼拜都没有办法好好睡觉。蔡先生6当前就批抓好完全了后，煞有神经痛的病尾，即马若阵伤过忝，就会丢会痛。台医师李炳英表示，这款神经痛的症头是着批抓上严重的病尾，患者拢困袂落眠，甚至因为定定会痛，影响到生活品质。神经受伤的关系，神经是一个修补最慢的一个细胞。有的人修补比较慢的时候，就是他的受伤范围比较大的话，他有可能几年都一直在修补的过程。那段时间呢，几年之间他就一直有神经痛的症状。根据疾管署的研究报告，台湾人着批抓几率是32.2%，若50岁以上的患者有超过5成的几率，好完全了后会有神经痛这款病尾。不过抗病毒药物的效果无好。南口中家病院的医师陈志英表示，做非活性疫苗是真好的预防方式。预防带状疱疹的这个效果都有在90% 以上，诊后神经痛的这个预防效果也有80% 以上。不活化的疫苗，它的优点就是它可以跟任何的疫苗，活性的疫苗或是不活性的疫苗同时打，或是间隔任何时间施打，都是没有问题的。但医师表示，新上市的批抓非活性定做疫苗，保护力比活性疫苗好真多，因为无需要甲其他疫苗人咧注，建议满50岁就应该要去注射。若目前研究讲，着过批抓的人过5冬才注就会用。不过，若准有需要，过2个月嘛会使。记者综合报道。台湾 Plus 国际平台今仔推出 Formosa Forevermore 的纪录片哦，要甲台湾的生态甲环境小解予国内外的观众。文化部嘛强调，望讲立法院伫后一会期会当来完成公示法的修法。为台湾上高峰玉山来看天星，透过这个特别的角度来欣赏台湾特有的水。这是真出名的天文摄影家陈培坤长期记录天星的景致，嘛是会当向国际展现的台湾美景。其实，在玉山国家公园有很多地方适合看星星，那就是玉山的顶上来欣赏3950公尺高空的一个星空，做一个挑战。我们讲的是人文，我们必须把所有的人文放进我们所有的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为了推广台湾的水，文化部委托公司制作的台湾 Plus 国际平台推出 Formosa Forevermore 永远的 Formosa 纪录片。除了天星的水，也搁记录台湾特有鸟类的生态，带领国内外的观众体验台湾的生态甲环境。嘛，以10月份要开播的规划。刚好为了我们频道开播，做了非常好的一个战力的充实哈，我真的是觉得这真是太棒的礼物了哈。那所以我们在10月开台。我们国内一定也可以看到这么好的作品。公共电视法的修法，我们已经预告过了。那所以现在就是等着行政院真的版本通过之后，那我们接下会期的确就是要目标最重要的就是要通过公共电视法的修法。文化部强调讲，希望立法院伫咧下一个会期会当顺利完成公示法修法，
互公司有法规通好遵循，透过稳定的预算，互团队安心工作，向国际来推广台湾的水。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屏东基督教病院制定一走廊，展出屏东胜利之家身心障碍者画图，有20外摆作品哦，提供予身心障碍者一个舞台，嘛互病院加一寡艺文的气氛。伫咧屏东基督教病院1楼大厅，走廊的壁顶会当看到100搁100美丽的图画，这拢是屏东胜利之家的身心障碍者所创作的。这个展览是累积因一年所画的图。每一个作品拢呈现出无同的个人特色。因为我们每一年都会问你们今年的梦想是什么，然后大概有7、8个，他们就想我要开画展。我们这次的展览里面主要是以心智障碍类跟多重障碍类为主，然后他们有用粉彩、蜡笔，还有用彩色笔，还有用拼图来呈现他们的梦想。身心障碍朋友甲原本无法度用言语表达的情绪，透过彩色笔、照片啊来分享，经过这条走廊的患者或者是医护人员，拢会斟酌甲欣赏。那现在有这些美丽的就是作品画作，然后看完之后就可以短暂的跳脱工作上的压力，就是不会让这个走到单调啊，然后顺便有些艺术欣赏。5花10色的图画，替白苍苍的病院加一盏灯塔。毋那疏解病人甲家属紧张的心情，也互愈侪人通看到身心障碍者对梦想的坚持，阁有因眼中的世界。记者综合报道。下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中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2度；东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3度；华岛地区上低28度，上悬32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